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5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英。又搁有人假毒塞车，这是半暝时啊呢，伫咧高雄的大寮，有一台黑色的轿车伫咧路面安尼弄来弄去，警察要甲抓，伊煞甲这警察车甲弄落，落尾家己是去争着电火条，才总算停落来。警方讲，这车顶一个查甫甲一个查某拢着伤，其中这个查甫的驾驶伊快胎是有毒品的反应，嘛因为这电火条互弄甲断去，所以附近300多户无电通用。台电是透暝抢修。黑色的轿车驶进前速度真紧，警察车入伫后壁。林环局25下半暝接到报案，讲这个黑车驶伫路里偏来偏去，真危险。警察去查车，当着对方拒检。黑车对大寮的公民路甲新厝路者开始走互警察捉，一直驶到公民路3段，家己去弄路边的高压电条才动落来。不过规台车已经弄甲密密麻麻。警方证实，涉案的驾驶是假毒赛车。车内发现依托米脂电子烟流，另对驾驶进行酒精反应测试、毒品唾液快筛等检测，初筛为毒品阳性反应，酒测值为0。他没有在打驾驶，他要把他拖下来。车顶的一男一女受伤送病院，拖甲车壳零件喙石啊喷甲规世界，规条车路暗蒙蒙，嫌款食毒赛车，甲高压电条弄一个亲像凹甘蔗安尼，规支电火条啊挂电筒拢倒伫咧路边，造成大寮王公园甲溪寮路附近有300多户失电。3更半暝向失电，附近住户拢走出来看，台电也赶紧派人透暝抢修。有听到声无？暗头啊，这啊，无听到声。那个是听讲奇怪啊，无电啊。事故原因系翁园7765电杆遭车辆撞断，目前受影响用户有55户。已加派人力进行抢修中。大寮失电的300多户到中昼进前，也佫有55户也未复电。台电表示，因为电条损断严重，电筒、电条拢爱定拆，电线嘛爱定救，已经甲派人员咧抢修，按算下晡5点进前要全面复电。记者郭家祖、焦阳、高阳长报道。再来看这条连接毗邻北港甲嘉义新港的复兴铁桥呢，即马是改做景观步道，目前是犹未开放。也毋过，伫春节假期呢，是有人来破坏北港迄边的门锁，互真侪人全安尼弄入去。嘉义县府是表示讲，这单呢是预计今年8月才会完工，呼吁民众千万毋通违规犯法。门顶管甲锁头禁止游客入去。自云林北港到嘉义新港的复兴铁桥，这个步道当咧整修，毋过新正时啊，伫咧北港这边的门锁煞去互人破坏，袂少游客拢撞入去。现在这个是锁起来的，而且我刚看起来是没有任何的，就是灯光照明啊，所以我觉得这还是会有安全上的疑虑。到这边可应该还会再建设过去啊。对。那前几天有看人家报道说这边有好像连接了，对。所以我们今天是专程，其实我们今天就是专程要来这边看这个的。议员表示，这因过是咧再长的铁基路，中央补助1亿8千万整修做景观步道，最近煞互人撬歹门锁，甚至有人骑车入去。嘉义县文管局表示，后续各有工程爱施工，呼吁民众唔好搁撞入去。当然，如果有蓄意破坏相关的一个工地上锁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呢，当然他们也会做相关的一个强制性的来做警告这样。告示牌告诉大家就是什么时间开放，那在那之前就是大家不能进入，或者是在那之后大家再进入，这样明确提示大家，我们才不会走错。议员讲，礼拜3天连假就要到啊，若这个大桥两边拢有锁起来，乡亲莫搁入去才袂违法。嘛有请相关单位爱彩牌啊提醒，估计整个步道伫咧8月会完工才会开放。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寡人为着减肥社去做这减肥社，不过呢，这眼科医师是指出讲，最近是一个62岁的患者，伊做这减肥社，结果2个月后，倒边就你目睭呢煞熊老化，而且这3届的手术拢无通好机会，根本找袂起。医师是提醒讲，做这减肥社呢是害血糖快速改变，若准是有糖尿的患者，要做进前，就要先评估。医师提出患者病房的相片，倒边的目睭出现青斑出血，用超音波扫过去，发现讲有血块伫玻璃窟仔内面。做手术了后，嘛是有出血的情形，甚至有大片的血块嵌伫感冒的内脏。搁一摆手术了后，青斑嘛是继续在出血，感冒嘛肿起来，玻璃体内面嘛拢是血。对这医师表示讲，伊一问患者才发现讲，原来伊做这减肥社已经连续2个月啊。
就是它血就像泉水一样不断的涌出来。5天之后，我们还是发现到它血还是又跑出来了。更麻烦的是，它后面这叫超音波啦大家有没有看到它后面的血更多了？医师王启定表示讲，这个62岁姓林的查甫人，伊肚边的目睭进前都有种视网膜病变。在做检查下了后，今年初肚边的目睭是熊熊完全拢看无，回诊了发现是出血拢无得停，就是已经伫要是痴迷的状态。医师请伊先莫阁住，但目前肚边的目睭敢若剩光感，等于是失去功能。其他医师是表示讲，检查下主要是用伫第2型的糖尿病和大口的治疗，会当互人莫遐尼想要食，互胃排空的时间变慢，但是嘛会想要吐，出现一寡肠胃道的镜头这的副作用。糖尿病的患者若想要使用，尤其要提高警觉。第一曾经有过视网膜病变的糖尿病病人。第二，如果说使用前他的糖化血色素大于9到10以上。第三，如果糖尿病的血糖控制太快速。好的太快了，或者是第4，他曾经有过视网膜出血的过去时。医师阮春敏表示讲，检查下敢会造成视网膜的病变，还是出血，目前并无直接的证据。但是因为伊会降低糖化血色素，安尼就会连带造成视网膜肿起来出血。嘛，请民众在使用进前一定要经过医师的审慎评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大溪玉田川有一搭圳沟呢，互民众发现这圳沟竟然变作是蓝色的。不过环保局去到现场稽查的时阵，已经查无证据，怀疑就是互油菜去染着。那真正是人为污染，安尼是会照水务法来罚3万到300万。宜兰大溪一搭圳沟这几天引起附近居民的关注，因为规条圳沟熊熊变做蓝色，互真惊吓。即马当咧捕田，民众真烦恼，若是找无污染源，会影响农产甲环境。会烦恼啥？哇，该污染啊！应该是算工业废水吧？嘿，看起来太会惊吓了对吧？宜兰县环保局接到通知，随赶去现场。不过那些圳沟已经无去，初步怀疑是油菜污染致使圳沟变色。因为暗时无好封查，25日搁再去现场，一家一户封查，被追出污染源。宜兰大溪地区目前也未建置污水下水道系统，污水直接排入沟啊，圳沟或者是溪河。县府已经开始规划要解决问题。我们今天仍然会持续到周边一带去做厘清，是否有可能有人有在做。室内装修或是其他有可能产生水色异常的施工作业。环保局呼吁民众若发现水污染事件，会当随通报，较会付处理。若是有查到水污染的事实，会当用水污染防治法开罚3万到300万。民众排污水应该爱先处理过，符合放流水标准后，才会当排。记者综合报道。那么就是上关面啊！这昨晚来这台北定制是要伫个西门町甲华埔的展览区来举办。市政府是来宣布禁婚的政策，对2月25到3月15这展览的期间呢，去库里啊拢是禁止食薰的，违规的人sẽ罚2000到1万块。民众欢喜翕相打卡，西门红楼前的北边茉莉屋顶，四季各地玲珑美主题的乐园吸引大家的眼光。今年台北定制头一摆伫西门町圆山花圃店区全面禁婚，就是好事啊，空气也好啊，当然是今年当然是好了，是比较安心，应该的哈，就是全民还是有区域性的比较好，可以抽烟的地方就好了。也毋过定节期间人真济，加上西门商圈店头密集度悬，辐射范围大，政府烦恼全面禁婚执行恐惊也是会有困难。也毋过会配合加强宣导。观光客啦，或者行人比较 OK 啦，这没问题啊。现在就是店家啦，店家的员工啊，因为他抽烟不能离他店面太远啦，你只要去戏院区，那店没有人顾也是一个问题。观塘局提醒有部分需求的民众，请到指定部分区使用，以免违规受罚。定节期间，市府会组成跨局处稽查小组，每日进行巡查和宣导，针对违规部分行为，依法劝导和处理。我们在西门展区设置3处吸烟区，在花博呢则是有2处。那违者呢会处以2000到1万元的罚锾。2026台北灯节全面禁烟。
灯节展区及周边都禁止吸烟。有吸烟需求的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以免违规受罚。另外，部分年岁大家庭后，经济卫生局统计，比去年取缔假数14件，开罚28000块，今年减少为13件，看到人数862人，开罚金额爱等民众den实意见了后才会当确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上北市甲桃园呢，最近是传出这拖车收费伤贵的争议，有民意代表是呼吁这地方政府就要赶紧来设一个标准，也阁有管理的制度。台北市长蒋万安是讲，这就是咧抢人的，只是爱来处罚相关的行为。那新北市呢是表示讲，目前已经有咧讨论管理的机制，这意见收集煞都会纳入定型化契约的规范。上北甲桃园最近接连续传出贵33的拖吊费争议，车至新北乌来10公里拖吊费就要收10万块，车到桃园2公里乌多摆拖吊嘛，互共一间业者开5万块，要讲的案件是接连续来发生。那个都不是这样算的，那个都一般都是市区的话，它就有一个行情啦，不会去找那种网络，都会直接去找蛇息的保养厂的，这个很不合理啊！你怎么拖车要10万？开玩笑，对啊，那个诈骗集团的。有民意代表认为，部分业者疑似用所谓行销独占市场，甲关键字的广告用拖车、道路救援等等网络招催字拢包起来，掌握网络流量。等待民众联络了后，再个以夜间加钱、落户出勤费等等的名来贴价，行为未属实诈欺。呼吁地方政府得要赶紧建立明确的费率还有管理制度。我认为这就是趁火打劫，只是法务局和交通局以最短的时间研拟相关的作业指引，在辖管的道路救援拖吊业者必须清楚揭露相关收费的内容。新北市交通局已经跟5都直辖市交通局和法制局消法官共同研商各地管理机制，我们后续也会完整收集各方意见，纳入定型化契约规范。新北市交通局指出，因为常常有下高速公路甲快速道路，还佫有下管市拖吊行为，所以会甲中央建议定统一定型化契约标准。台北市消保官嘛提醒讲，民众若是拄到业者乌白化价，卖当拒绝交易，若感觉起哄诈欺，卖当主张契约无成立。提醒消费者于车辆拖吊前，应详细询问业者费用计算方式，并妥善保存业者报价或对话记录等资讯。倘若发生消费争议，可向各县市政府提起申诉。消保官建议，消费者伫咧交易之前，都要甲业者的名、收费项目、算钱标准等等的资讯拢看好清楚，避免选择资讯无清楚，也是收费标准无合理的业者。若是伫咧国道也是快速公路吊车，卖当参考选择交通部公路局网站公布的特约拖救业者，还佫有统一费率表，保障家己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去年5月时，这台铁的区间车是捡到一沓400万台票的现金。这检警追查了后，发现讲这笔钱呢是台湾甲越南之间这地下换钱来的，拢总是起诉4个人。也毋过这当中呢，有一个姓吴的男性，即马已经浪港出境，台南地检署也发布通知。越南这姓吴的查甫人，伫去年5月，甲400万留伫台铁的区间车顶面，伊阵讲是落车袂记摕走。毋过碰见遮尔大条的现金，嘛有外界感觉意外。后续检警介入调查，摕伊的手机也去开户监视，接续分析金流。检警5月底到台南永康区一间越南小食店搜查，结果查出这是地下汇款的钱，共计包含越南籍以及本国籍共5人，接受在台越南籍人士委托进行地下汇兑，赚取汇差及收取手续费。汇兑次数总计至少924次，金额达新台币2亿3000余万元。碰见这400万是一个台湾的委托人委托开小食店姓潘黎的查某人和姓吴的查甫人等，甲价值代表400万的越南盾先汇去越南国内银行的口座。姓吴的查甫人再去甲委托人收现金代表400万，要摕转去小食店交潘黎时，不过无说利息留伫台铁车顶，代志才会意外出破。汇率的话，如果从银行体系汇出台币转成美金，美金到他们国家再转成他们国家的币值，所以说会两边都会有汇差。再来一个时间比较久，还有就是手续费比较高，你汇多少钱到哪个账户？所以这是没有骗移工的部分是会这样做。
可是如果说居心叵测的钱收一收就只有跑掉了。那不管是台商或者是移工，如果有以这样子的方式经营汇兑，其实会让自己承担2个风险。第一个风险就是这些所谓的地下汇兑厂商其实不跟一般的银行不一样，你交出去的钱有可能被 A 走。那第二个风险是，一旦这些厂商被检警寻获的人会索赔无门。后续检方依照违反银行法起诉小吃店头家娘和台湾翁仔某等4个人。案后4号查甫人伫5月中走路出境，予台南地检署发布通知，另外6起400万，因为是地下汇款的钱，检方依照刑法的规定甲没收。记者综合报道。政治界的消息要来关心的是，这总统赖清德是来主持官将的进行典礼。这运输机资深的飞行员江炳聪呢是来做少将。赖总统是肯定伊对国军军备的付出。另外，针对着这区域情势的变化，赖总统也提出4项新的目标。国军应持续迈向新训练、新思维、新装备、新科技等目标，并结合科技与制度创新，运用 AI 人工智慧与先进科技，加速建构不对称战力。毕竟兵役行政是国防战备基础，不论是1年期的义务役，或是替代役，如民防体系运作，必须由中央、地方整合资源。国防部长郭立雄甲内政部长刘世芳也有去参加这兵役节的庆祝大典，为优秀的官兵来颁奖。这郭立雄是表示讲，疫情呢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这嘛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国家若准发生天灾，也是讲任何，安尼就会当汇集军民的力量，发挥功能。另外，要来关心的是，民进党立委蔡其昌做这党团的总调来参加讨论总统去到立法院国情报告的代志。不过，目前这调也是无共识，有风声讲是这国民党总调鲍昆萁唔愿退让。也那蔡其昌伊是表示讲，其实对方呢只是提无共款的意见尔。也唔过，伊甲韩国瑜是认为讲安尼做恐惊是会危险，所以希望大家搁再想看卖。总统赖清德这份同意立法院长韩国瑜的邀请，要去国会做国情报告。二是韩院长主持调研协商，经过1半钟无共识，连工结果再讨论。协商的另外立委讲，主要是国民党的总调鲍昆萁对形式真坚持。跟我们提出来说，他希望分段，比如说先5个委员发言，发言完之后，再请总统第2次发言。然后再请5个委员发言，再请总统第3次发言、第4次发言这样的方式。那我跟韩院长共同的想法是，这个就是又进入那个违宪的状况。从在野党的角度，当然会希望发言机会多一些，这我觉得是蛮合理的。但我也要强调，协商本来就不是一次可以达成结论。那择期再商量，就是希望大家回去冷静一下，思考一下，看看有没有3党能够达成共识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各党委员的发言人数是不是以552或者是662进行？那也无当场答应。但是蔡其昌讲并无破局，会搁再沟通。因那国情报告的总时间，韩国瑜建议2点钟，中也和总统休困，引起大家讨论。2个小时内，而且总统66岁了，你考虑他射护线，1个小时让他休息，总统要休息10分钟啊。韩式幽默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事实上他是非常正向的，希望促成宪政史上第1次总统到国会的国情报告。除了表面的关心赖总统的射护线之外，其实要读出来的是韩院长的苦心。这都是其他的一些议题，化解总是我们朝野协商共同的想法。中央立委认为，算笑归算笑，重要问题是爱互赖总统会当顺利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和国家向前行，调解消除对立。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的部分，咱要大声来关心的，就是这俄乌战争拍到已经满4冬的时间啊。有真侪个领导人呢是去到基辅来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而且也来呼吁这罗西亚一定得爱全面无条件来停火。联合国大会呢是有通过一项决议，支持乌克兰领土完整，也毋过这项决议呢，美国是弃权的。罗西亚是认为讲，即卖的状态呢，已经真做是规模愈大的对抗。伫乌克兰外交部长经接，包括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
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等等足侪领袖，拢坐夜坡火车到基辅，因为俄乌冲突到即马，乌克兰继续把空袭关起来。因为欧盟成员国波兰出发，用10点钟的时间，透过乌克兰西部访问，伫罗西亚入侵4周年，做伙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We gathered this morning to mark yet another terrible anniversary. In the last year, Russia has suffered 500,000 casualties to gain and occupy less than 1% extra of Ukrainian territory. As well with the US, what they do and what we are doing. We must dry up Moscow's war funding. There is an important decision on the table, 90 billion euros in support for Ukraine over 2 years. 迄天伫联合国大会以107票赞成、12票反对、51票弃权，通过支持乌克兰领土完整的动机。美国是弃权的国家。This resolution also includes language that is likely to distract from ongoing negotiations, rather than support discussion of the full range of diplomatic avenues that may pave the way to that durable peace. 罗西亚认为欧洲团结无啥要紧，美国的谈判这是关键。Превратилось в гораздо более масштабное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е России, стран Запада. 中东气候问讲，莫斯科是毋是相信冲突会当透过谈判来解决？佩斯科夫表示会继续拍拼实现和平。罗西亚立场明确而且一致，即马一切拢看基辅的行动。俄乌过去4冬有捌直接、间接多边谈判，毋过到即马拢还未达成全面的和平协议。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好，来看这条拍4冬的俄乌战争呢，拢总是有180万人伤亡。也毋过，根据民调，伫乌克兰呢是有65%的人表示讲有长期抗战的准备。伫罗西亚，有7成的人是支持这普丁的军事行动。也就是讲，就算这战争呢对双方来讲拢是拖磨，也毋过大多数的人呢，也是认为讲应该会战甲摕到有利的条件为止。两军伫乌克兰东部前线的地面战持续进行的同时，罗西亚即阵啊，阁是一直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空袭。平均一礼拜有2000台无人机攻击，1200粒炮弹，也阁有116粒飞弹攻击。这个月11，国会通过立法，逐天早起9点，所有乌克兰人手头的工课甲石头拢会放落来，为战死的国人默哀1分钟。美国智库战略甲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讲，这4年这场战争死亡、受伤也是失踪的总人数达到180万，其中罗西亚就占120万人，死亡的人数有32.5万人。那乌克兰伤亡的人数有60万，死亡者将近14万。为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无任何强权国家像罗西亚承受这么严重的伤亡，而且过去2年，伫国际社会，特别是欧洲国家所提供的新式武器援助，罗西亚差不多无攻占偌济新的领土。伊攻占顿涅茨克州重要的交通要道，也甲波克罗夫斯克做例。这2年平均逐天敢若向前攻占70公尺。We fought in 2014, 2015, and we only had Soviet equipment. And now we are using modern weaponry, and thanks to that, we have achieved a lot. 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最新公布的民调，有65%的乌克兰人表示有长期抗战的准备。那罗西亚方面同款的民调，有达到7成受访者支持普丁的军事行动。也就是讲，虽然双方对战争拢感觉真疲劳，不过大部分的民众拢认为应该增加掌握有利的条件为止。That's the gap. The Russians want the Ukrainians to voluntarily cede those territories in Donetsk in particular. The Ukrainians, quite understandably, have fought tooth and nail for 11 years now to defend those territories, but also fear that voluntarily giving them up would open the path potentially to a Russian invasion of further Ukrainian territories further west. 世界银行23公布的报告讲，乌克兰战后的重建经费恐惊达到5881亿美金，相当是18.7亿台票，是去年国内生产毛价的3倍。这4年落来，西方盟友已经提供超过4000亿美金的财务、军事甲人道援助给乌克兰。那是罗西亚战争的经费主要来源石油出口，因为国际制裁只好拍折来卖，石油所赚的降到
出兵进前水准以下。克里姆林宫所以为今年1月开始实施大规模加税，包括净值税为20%调悬到22%，搁降低小企业免税条件，提高企业所得税到25%。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巴拿马的最高法院是来裁决判这香港中港科技事件呢，对这巴拿马运河的经营权是违宪。这政府也已经正式来撤销运河两边港口的经营权。针对这个判决，北京呢是真生气，也毋过美国华府是真肯定的。外界即马是认为讲，这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即马嘛已经扩大到巴拿马。接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的巴拿马运河是全世界重要的贸易中心。巴拿马最高法院在1月底裁决，香港中港科技事业对巴拿马运河两边港口的特许经营权违宪。23，巴拿马政府是正式撤销中河的两座港口的经营权。在同一天，巴拿马政府以紧急社会利益做理由，接管这两个港口和吊车电脑系统和软体这财产。Que quede claro, esto no implica una expropiación de esos bienes.sino su utilización para garantizar la operación de los puertos hasta que se determine su real valor para las acciones que correspondan. 中港科技事业是香港第一有钱的李嘉诚的家族企业。在去年3月，李嘉诚甲香港和中国以外涉及全球23个国家43个港口的业务，以228亿美金的价值卖给美国投资公司贝莱德集团。但却受到北京政府的监管单位出手来干预，互双方的交易因为安尼一直吊伫遐。不过巴拿马的这项裁决却受到华府的恶扰，这嘛互外界解读讲，这是一场搁一摆升级的中美贸易角力。特區政府係表示強烈不滿嘅，特區政府嘅態度係清晰嘅，反對任何外國政府喺國際經貿關係中使用脅迫、施壓或者其他不合理嘅政治手段。外交部亦都已經清晰表明，中方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決維護中方企業正當合法權益。巴拿马总统穆里诺在接管经营权了，表示讲政府会公开招标，美国将两个港口的特许经营权交予同一间企业。香港政府除了严正抗议，中河嘛表示讲，接落来无排除会采取法律行动。公司新闻新路杯编译。继续来关心咱国内亲像这乐生疗养院，也是讲新店的刘公圳，这等等拢是真有代表性的北人前线的这个案例。两公约的国际审查报告嘛，要针对着台湾这北人前线的争议，要求咱的国家人权委员会要来进行全国性的调查。即马为着要来回应这个国际的建议，人权会是要来展开轰炸的专案，嘛要公开来招这个共有财产的这个关系人参加访谈。一个公有土地过去互政府温存期面直接大，也是私人买卖。不过后来为着公共工程，也是土地开发等等，政府要收回却引起迫迁的情形，定有听到。像乐生疗养院、新店刘公圳拢发生过居住权抗争行动。国家人权委员会为着要了解行政机关在处理公有财产占用案件的时，是不是利用拍官司来回避公共义务，造成侵害居住权的问题，准备要针对英国7个迫迁案例展开轰炸。这里面有台北华光社区，有卧龙街案，有板桥大关社区、蟾蜍山聚落、新店柳公郡案、三峡龙埔里刘家以及乐生疗养院。国家的角色不应仅止于法庭上的胜诉者，更应是人民基本权利的坚定守护者。人权会和核数单位合作，希望公开招这7个案例40位当事人，也是家属，也有捌参与抗争行动的民间团体来访谈，了解因当时拄到什么状况，做历史保存跟未来政策规划和修法的参考。我们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其实应该要确保多元的观点可以纳入我们的调查报告。所以除了刚才所提到的最重要的利害关系人之外呢，我们也会在征询专家学者、媒体还有政府机关的意见。我们尝试从多元的观点来进行分析。人权会表示，这个专案拍算自2月开始，一直到年底，会完成访谈、开公听会，也有地方说明会，嘛进一步出版。希望这个访谈成果，通正做未来促进居住权和基本人权的保障。记者卢尚柱、郑俊尧台北报道。
另外来看，去年6月的时阵呢，台中中区有一搭巷啊，这地主咧拆厝整理的时，发现这内底呢，哪像是有这庙祀的古迹。迄当阵是有随停工来调查，也毋过后来这文主审计呢是认定讲，这建筑的厝体甲材料其实拢无啥价值，所以决定无要甲列做是历史的建筑。毋过这项决定呢，煞互文书团体批评上过凊彩。外口铁门废掉咧，透过门旁游玩员看到内底模样。台中市中区巷内底的铁片厝，去年6月拆的时阵，意外发现一栋好像是1第4期的建筑。经过文书团体比对推测是122年历史的富国山台中市。不过经过台中市文书审计认定，建筑即卖构造甲材料价值偏低，未指定做古迹，无登录做历史纪念建筑。本来要拆掉了，做停车场。对啊。那最近他们有什么动作？最近目前还没。台中市文书处表示，这是1第4期建筑为故，是私人产权发现时阵鉴定是古迹。经过文书委员会评估认为，主体已经无存在，周边环境纹理也改变真侪，会将出土的台亚杭州会象之笔刷甲代理分校厂来保存。它的艺术跟技术与建筑史的价值较低，而且整体的损坏状况蛮严重的。许多重要的构件已经遗失，综合考量后才决定不指定国籍，也不登录历史建筑或纪念建筑。文书团体认为，古迹认定不应该正做古董鉴定，这在文化界甲网络引起讨论。政府认定上过凊彩应该公布简单的调研记录。社群上已经大家各提供了非常多的线索。那我只是想说，如果简易调研只是把大家提供的线索把它拼凑起来，就变成简易调研，然后就说它没价值，我觉得这也未免太草率了吧。价值论定不应该只是看建筑物本身，其实建筑物它所代表的文化或是历史脉络，它其实是可能有很多不同的面向的这样子。中城再生文化协会呼吁市府应该延长审议期，佮向中央争取调查经费，用紧心周全的完整调查，或是考虑换所在的受害可能。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有考大学的人都要注意啊，因为成绩伫今仔日公布，这数学 A 呢，互老师讲做是这几冬来上界困难呢。考满积分的人是敢若1000多人尔，平去年还佫较减100几个。也若这6科呢，拢考满积分的人数也是上少的。不过呢，这顶标、前标、后标甲底标呢是拢有加1级。也若这数学 B 甲去年相比，5个标拢有降1级分。早起6点外，已经有考生收到学测成绩通知的简讯，知影家己国考考了几级分。大考中心统计，今年国文5标13、12、10、9、7，社会5标13、12、10、8、7，自然5标是13、12、9、7、5，甲去年完全同款。英文5标是13、11、8、5、3。除了后标比去年小可悬1级分，其他4标拢甲去年同款。数比5标11、9、5、3、2，拢比去年减1级分。数 A 5标是12、10、8、5、4。毋过顶前后底4个标拢比去年增加1级分，均标阁加悬2级分。整体讲起来，其实近3个年度5标还算是稳定。大考中心指出，数学干那20题，错1题就会影响真济。今年数比前1%考生同款优秀，不过中高段的人数较少。这3题是数 B 独有的，基本上我会认为这是有利于数 B 的考生，但考题考出来，他们的表现不佳。那是和高中老师认为是这几档上困难的数 A， 今年前1%考生平均分数较低，表示困难度提高，嘛有较简单的题目，所以中段分数的考生较侪。数 A 它的分布今年相对于过去2年来讲，反而是比较好的。也就是说，虽然有一点难，但它具有良好的整体的鉴别度，它是把学生拉开了。今年国考15满积分的人数，甲比例英文上侪3261人，自然15积分占上悬有 2.99%， 数 A 敢若1112人摕到15积分，是6科内面满积分人数上少，比例上低。大考中心表示，若对成绩有疑虑，2月开始到3月初时，会当到中心的网站申请复查，考生准备开始为申请入学做准备。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来关心用水，这水利署呢是有顾未来这一季的雨量是有加较少，因是会找水、调度，也有省水来应用。目前这全台湾水库欠水量呢是依次伫32%到97%之当中，已经做5届的人工催护啊，随时是会来检讨各地水情的定号。另外，嘉义市府呢是因为这南潭水库欠水量是无到5成，所以拜三开始是暂停音乐喷泉的表演。嘉义的南潭音乐喷泉是国内一直有的音乐喷泉之一。不过，这阵嘉义的南潭水库因为降雨量较少，水位降低，为2号开始暂停音乐喷泉演出。近期降雨量影响，那最近进入枯水期，南潭水库水位降低，那市政府这边决定将南潭的音乐喷泉自2月25日起暂停演出。看嘉义南潭水库水位唔係一直降低，水庫四周圍嘅大土攏現出來，引起外界的關心。國內今年嘅上升水情甲降水狀況，經濟部水利署講，到23節起7點嘅統計，咱國內水庫欠水率上低，就是寶山水庫敢若剩32%，其他包含寶山第二水庫、烏山水庫、霧社、詹文這水庫欠水率較無5成，嘉義南潭較無4成。明天就會召開水情會議，並不是說3月才會開，其實我們現在要1-2禮拜就開一次。這個人工增雨目前已經有5次。考慮全台灣的水情，進入大水期的考驗，經濟部水利署講，目前主要的水庫欠水率也是維持32%至97%。所以袂傷煩惱水情，不過未來一季雨量的預測是偏少至正常，愛謹慎因應。水利署會透過加取水、加調水、甲加省水，穩定各地的用水。針對已經完工的真珠鏈，已經發揮調度的功效。珍珠串的這個計劃產生調水的一個效果。那我想這一些都是給水利人員啊，在做水情調度上面的一些工具。那當然，我們工具越來越多的話，我相信大家的這個對枯水期的這個焦慮啊，就會降低。水利署是講會持續監看水情，確保民生產業甲農業穩定供水，賣每2禮拜召開會議，變動檢討調度，也甲防止可化的做法，呼籲全民甲產業共同省水。記者採訪報道。即馬為着要來落實這淨零減碳的目標，農業部甲環境部是做伙來合作，對農產品的生產到消費者的買賣呢，攏要來推動減碳，希望會當落實環境永續的觀念。桌頂遮的香菇、米、漢肉酥等等，遮的食品包裝頂面攏有碳卡掠的標誌，這是農業部甲環境部鬥陣推動的成果。環境部也對1月初5開始，將碳卡掠的商品放入去綠色採購的品項內底，鼓勵政府和企業優先買有標示碳卡掠的商品，加強將碳卡掠商品的觀念撒出去。我們在政府採購跟企業採購上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因為我們知道說政府採購跟企業採購的這個市場的動能哈，當市場有這個需要的時候，它的碳足跡產品自然就會增加。碳足跡產品增加的話，生產端的部分就會去思考說我如何去增加這個低碳產品的生產，還有去多爭取碳足跡標章的認證哈，所以這是非常好的一個循環。農業部講，即馬對量較濟、規模較大的農產品先落去落實減碳。讓消費者會當養成綠色消費的習慣。未來第2階段會針對地方有特色的農產品落去實施。第2個階段就是在地方的特色的農產品。那因為地方特色農產品可能是很多消費者去旅遊的時候，到當地的時候可以買得到的部分，所以我們希望說，更重要是要透過我們跟通路的一個合作。因為只有把這些碳足跡的這些產品透過通路，讓更多的消費者看得到，然後才有機會去買得到、吃得到。農業部甲環境部也表示，透過原料製造、配送到消費，攏加入減碳的行動，也簡化規則，加入數位工具等等，來完成永續生活的轉型。希望各界會當做伙來落實減碳生產，和建立綠色消費的觀念。記者陳心東、謝桂玲台北報道。2026年，這台灣國際蘭花展覽呢，這禮拜5是伫台南的後壁區要來起稿啊。這回是結合着科技、藝術甲文化來打造新的視覺體驗。市長黃偉哲是強調講，即馬面對着國際局勢的變動，這蘭花的產業應該就要開發多元的市場，拼出全球競爭力。
江南无因此次咧布展准备，因为疫情记录，台湾国际蓝展27要登场。今年以台湾盛会做主题，向着咱台湾回归的困境当中，继续咧突破。今年也特地把整个科技、文化、艺术的这方面呢，借由不同的元素来做呈现，让整个蓝展的一个氛围呢，能够更加的扩张。展览规划4大展区，兼加入 AI 智慧科技，浸水是影上佳的。台南市长黄伟哲强调，蓝展唔单单是小会、盛会，更加是带动产销平衡。稳定市场信心的重要平台，因希望透过展览提升咱本土蓝花的能见度。有非常非常棒的让人家耳目一新的这个 AI 创作，但是主题还是人文，主题还是这个兰花，所以呢，可以让很多好朋友能够看到真正台湾兰花的软实力。全球每6丛兰花就1丛来自台南，销去美国、日本、加拿大等60外国家，展现台湾兰花的国际竞争力。不过，这阵当面对外部市场的波动和关税冲击，今年蓝展嘛正做产业的重要平台。绝对配合政府的政策，其实政府的政策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断跟我们做了很多的沟通，也提出了很多相关辅导的这样的措施，或者在市场的其他市场的开阔。我想这都是同步在进行，所以也就相对显得这个蓝展其实更加重要的一个产销平台。市府指出，去年风灾造成展馆严重受损，到过年前才完成修复甲验收，筹备期是历史来上短。不过，在和中央产业的合作之下，也是在期限内完成高品质的布展。这回蓝花展览卖展到3月16日。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青岛天公生今年呢受上万的信徒去到屏东市的玉峰宫来拜拜祈福，为着参加的信众来结缘，天公庙呢是会传寿面，今年拢总是传3万份要互人食，有袂少人是透早6点外就伫咧现场咧排列，是排到要1公里长。民众排队领寿面，一个人会当领2份，食好健康平安。旧历正月初9天公生，屏东市的玉峰宫请庙方的志工人员准备了3万份的寿面，要互信众食。桌仔顶全部是寿面，志工搁咧无用底。真侪民众对透早6点外就来排列，铁骑路下骹满满拢是排队的民众。用朝早几点来？我差不多6、7点就来啊。是哦，我排足久啊呢？哎呀，排等3点钟啊。凌晨就开始。凌晨几点？12点。庙方表示，志工对昨暝就开始传料雷煮，一直无用到7点外左右，安尼才会付提供予民众食。而且昨暝主持一过，就足侪民众来参拜。当年天公生拢有上万的信徒会来庙林烧香求平安，尤其今年是建宫50周年，一定爱予信徒食好健康平安。豆皮、豆料、食材这边有1220公斤。那我们包起来的话，预估就会有3万份，预计发放给我们在屏东我们的市民随时都可以来互天公做请，咱食一个平安，天公做大家身体健康。天公生一直是信徒抢咧拜的大日，庙方讲昨暝11点外，因为拜拜的人较侪，有发落的状况，代表今年有好彩头，而且今仔日是新寿7日的尾工，对下晡2点开始，要使民众爱把握时间。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台语文扛榜来关心的是，这本土语文课呢，伫咧中学的这是必修，已经有要4档的时间啊。也毋过，即摆有调查是显示讲，这高中生呢，无论是对这台语教学的满意度，也是讲这师资专业性，其实拢无介悬。到底是这教材上过困难，也是讲老师无够专业，甚至是母语环境上欠呢？来看这台南师资培训的现场，做伙来探讨。台下顶的台语老师咧示范笼统的美感，台下坐是有心投入台语教学的老师。这是台南市教育局休寒期间办的台语师资培训，协助在野的老师考过台语认证。各高中本土语正做必修课程要4档啊。民间团体针对108课纲本土语课程调查显示，高中生对教学方式的满意度敢若32.8%，那学生对师资专业性的满意度50.5%，两项数据。拢无真悬。国字都看得懂，但是拼成台语很困难，听不太懂那个拼音。看了安怎？哦，做稿诶。安美国中休寒期间，嘛培养囡仔台语竞赛，不过有老师发现讲，学生感觉唔是考就凊彩学，家长嘛无重视，所以台语这科就无放注重。嘛有校长认为，囡仔要学的物件伤济，所以放伫台语的时间就较少。要发展双语的政策，也要发展台语吼。其实伫这个过程当中排挤着囡仔的学习的时间。
想要办一个台语的即个福利社、台语的即个园游会，各种的即个活动，互囡仔会用伫咧生活当中学台语，嘛袂感觉讲学台语是一项足讨厌的代志。经过行政院2020年的统计，65岁以上有65%咧讲台语，6岁至14岁囡仔剩7.4%，囡仔的台语能力愈来愈歹。就师培中心的老师认为，现属是教材程度有较悬，无法度符合即摆囡仔的台语能力。咱真个课纲是伫107年去定的。咱是用迄阵囡仔伊的台语能力，你甲经过10当了，咱嘛是搁用同款的标准、同款的理想去做，甚至伊会根据伊家己的理想，搁加较济的练习，这对囡仔来讲变成一种负担。经过教检甚至实习，伊可能就对一寡学校的运作，或者是讲一寡对囡仔伊的发展啊、伊的认知啦，可能就有更较好的即个美感。导师建议，上介重要就是有专业的台语师资，教育单位的演习嘛要互台语老师拢知影，因才会当去上课。社会无真侪人咧讲台语，所以希望社会爱提倡讲台语，互囡仔认为讲台语是真歹的代志。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好，要甲这台语讲好转来看2023年呢，这新北市府是甲小报歌甲订立做全台湾头一个汉民族口述传统，嘛有学者是甲这小报歌写做是乐谱，希望会当保留这项传统艺术。石碇仔小报歌，加油加油加油！这是伫新北市石碇仔举办的口述传统小报歌传习班成果发表会。有缘请使甲阮团，咱若有机会时会使训练，从有心的人就去采集，互咱遮即寡迄个民间啦，不管是歌谣啦、故事啦、迷彩啦、言语啦等等拢会使甲伊记录落来。这个就是一个很天然、很自然的文化形式啊，所以呢，小报歌呢，我才会把它叫做这个台湾音乐的 DNA， 因为以保留加从源头一个艺术形式的发展的一个样态。新北市政府伫2023年，甲小报歌正式订立做全台湾头一件汉民族的口述传统，而且指定陈好夫甲高罗珠2个老师正做保存者，为着让小报歌继续传落去。蔡家芬教授也佮甲台湾音乐馆合作，透过现场采录、听音、编谱的方式，甲小报歌乐谱化。对我来讲，就是说，我觉得要再回来认识家己的物件是最重要的，因为我知影别人的好，我会晓讲出别人的好，会晓表现别人好，啊，我嘛是希望我有机会会当去甲别人讲台湾的好。珍贵的文化资产，用各种的方式记录、转译甲创作。拢会是台湾人共同的文化基地，嘛互传统艺术会当继续延续落去。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要来关心的是，美国总统川普是来发表国情咨文演说，伊是来强调打击非法移民，也有拼经济的决心。同时，伊也讲伊的关税政策会继续落去。Mr. Speaker,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总统川普伫台湾时间25早起10点过后，伫国会众议院发表国情咨文演说。Our nation is back, bigger, better, richer, and stronger than ever before. 川普先甲过去一冬的移民政策也个经济成绩提出来讲。After 4 years in which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illegal aliens poured across our borders, totally unvetted and unchecked, we now have the strongest and most secure border in American history by far. The flow of deadly fentanyl across our border is down by a record 56% in 1 year. 川普演说无偌久，去年同款伫国情咨文抗议才互赶走的德州民主党众议员挂林，今年搁一届因为举票语
抗议川普讲前总统奥巴马夫妇是冤家，佮去互请出场。若川普伫咧演说当中表扬拄则伫咧东季奥运摕到冰球金牌的美国男子代表队，同款得到金牌的美国女子代表队是拒绝即届出席邀请。若川普话佮转回来，讲到关税政策的时阵，伊批评大法官的判决，互伊是真失望。毋过这颠倒互伊有更较大的考子啊，讲关税会继续落去。And as time goes by, I believe the tariffs paid for by foreign countries will, like in the past, substantially replace the modern-day system of income tax, taking a great financial burden off the people that I love. 另外，川普嘛讲降低健保费，互制度更较透明。伊嘛指控明年苏达加州抑个麻州甲免饮酒税的民主党主政的州有严重贪污的问题，指派副总统范斯来去调查，刷去互民主党女议员欧曼尼当场回呛川普咧讲白贼。川普伫咧演说进前，路透社公布上新的民调，差不多61%的受访者认为79岁的川普年岁愈大愈定反起反倒，其中3成的受访者是共和党的人，民主党甲中间选民占89%甲64%，整个支持度的这方面，川普的施政满意度是40%，比2月初增加200分点，不过是比伊伫2025年打上任的47%更较低。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另外来看，这法国的罗浮宫前一阵也是调查头，而且佫发生大罢工的事件。即马呢，这馆长是讲要辞职，也那法国总统马克宏嘛已经准啊。巴黎罗浮宫博物馆馆长戴卡赫正式提出讲要辞，马克宏已经接受。讲伫咧全世界上大间的博物馆，当需要认真强势新动力来做安全甲现代化相关专案的这时阵，戴卡赫辞职是承担负责的作为。戴卡赫最近受到外界批评，去年10月罗浮宫价值1亿200万美金的珠宝去用偷提去，到达下落不明。戴卡赫就承认讲，无法度提早发现到罗浮宫已经互贼偷上准，已经知影罗浮宫的保全弱点，也无赶紧改善，所以这个全球上受到欢迎的博物馆出现严重的安全问题。Malgré nos efforts, malgré notre travail acharné au quotidien, nous avons été mis en échec. 8 objets d'une valeur patrimoniale immense, témoins de l'histoire de notre pays, conservés dans le cœur historique du palais du Louvre, nous ont été arrachés. 另外，对12月以来罗浮宫员工因为薪水低、劳动条件歹，发动真侪届罢工，真侪问题嘛去用逼出来，讲设备旧、天棚可能随时会崩，展览大厅漏水，造成一寡古车烂去，还有2月员工甲带旅行团的斗空卖票人骗钱。包括就新建所在内的批评人士，就质疑讲，博物馆伫咧安全甲基础维护经费拢并无够，买新的艺术品所拢是大出手，最后也敢若1/4有对外开放。搁伫咧疫情了后展开专案，投入大量金钱，早就爱检讨。公司新闻黄运玲编译。下晡的天气，稍后咱甲时间交互糖啊。今仔日东北季风小可增强。北部甲东北部的天气嘛小可转凉。台湾东半部地区，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若桃园以北甲平湖会有南山短暂雨。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